哎哥，这不你冰箱吗？你等会儿来，外面真冷啊，还是屋里暖和。哎哥，你干啥去了？我去看马群去了，这2天有小马驹要下生。我怕你冷，我把炉子都引着了。你是不会做饭吧？是啊，我都饿了。吃点啥呀？吃点牛肉，红烧牛肉整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整点血，化点水。你这一天也不知道干点活，全我干。哎哥，你咋瘸了？让马踢了。这些就够用了。哥，要不之后我帮你干活吧？给。哎，你不应该跟我谦让一下吗？快点，老弟要干活。来，走吧，老弟要干活。哎哥，这不你冰箱吗？你等会儿来，过来，把肉拿上。哎呀，你把肉停那了，看这黄焖牛肉，嘎好。太漂亮了。走，来吧，给我吧，用你干啥活啊？行。快点吧，抓紧回屋吧，真冷啊这天。哎哥，你这一瘸的，让我想起植物大战僵尸了。啊，先把这个血化了，外面真冷啊，这火都要灭了，先添点火吧。咱把肉拿出来，先把血化开。咱趁这个血化的功夫啊，给这个牛腩改个刀。朋友们，咱们这个牛吃的是山坡草，喝的是山泉水，常年吃这种草才会形成这种金黄像琥珀一样的黄膘啊！就咱们这个黄膘肉要比白膘的牛肉香10倍。咱们现在给它改个刀，看咱这个花层真的非常的漂亮。朋友们，咱们肉已经改完刀了，看这大块肉，吃着得老爽了。哥，这么大块你就改完了？完事了，你不喜欢吃大块吗？那行。哥，你干啥呢？没有盐了，放点盐，这是咱们母亲湖的盐。血化开了，把黄焖牛肉下里。现在加入秘制调料，首先老抽酱油搞里头，我上通辽旅游的大酱搞里头，葱姜搞里头，蚝油搞里头，适量就行。来把家乡的大粒盐，咱喝了，咱扣上锅盖焖它1个半小时。下个视频开吃，点赞加关注，谢谢。